又到節日啦，真係唔知送咩俾長輩好。我早就買好咗野花牌綠蜂膠，阿爸阿媽一直有食，血糖、血脂、血壓維持得特別好，免疫力都提高咗啊！佢哋身體好，我先放心。呢個好，送禮送健康就送野花牌，產自巴西，源於自然，銷量領先，官方認證。野花牌綠蜂膠推出買6送1，更提供本地及中港台免費郵寄服務，本地1到2日收到。訂購電話1866690488，1866690488。由決賽現場到後台故事，從冠軍誕生嗰一刻到慶功宴嘅歡笑同感動。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美的延續，12月14號晚上7點55分，精彩一次過睇晒。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美的延續，最上鏡小姐誰屬競猜遊戲，最上鏡小姐獎兼至尊贊助，士嘉堡 Kings Cross Hyundai。亮麗秀髮獎兼鑽石贊助，美元發彩研發系列，鑽石贊助積寶山預置計劃，大會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，慶功晚宴兼鑽石贊助豪門宴。肥媽近日被騙徒盜取網上片段後，以 AI 加工變成唔同產品嘅植入式廣告，不幸令到粉絲同埋市民中招。新聞報導，星期1至5下午5點55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心裏邊好想將一啲好經典、好優美嘅聖詩重新去翻譯啦，重新去編曲啦，令到佢哋有一個新嘅面貌去傳落去，特別俾年輕嘅一代咯。喺今個聖誕節，我哋不如用音樂去了解耶穌嘅救恩同佢嘅故事。普世歡騰聖誕節，請留意下一輯《恩語之聲》。